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播。新竹竹北市有一只过铁皮的后设区路，也只个由6间的工作坊同一间做下，如从细型沙器共用，后时是合法好设的阿言。也只区路是由长期关心农业，韩国呢是台主妇联盟做总经理的王延东所创立的，因为生活、生态同生计而甲强下。故所以有的有无享用专长的农民，韩国生产者来做下6间工作坊的能力。除了卖对土地友善的豆类、棒、咖啡发的东西，韩国有也到按多能力，每位同消费者直接互动，分享人能的理念，能力也会相互学习，创造出一只铁皮的喜乐生活。带大家看下来看下先。音色向嘅理查东来，来啊，小小嘅跳呢。当后一个抢来到七路经营客，是一笔小小嘅绿茶跳呢，当温暖，也种风茶嘅想法，展现出行业嘅喜客精神。安尼大家对食跳呢嘅食法没有新嘅想象。古时候加落去，安样东西，系咩个？安尼客家呢？就是它水碟花生啊，像那按烂嘅天气啊，有坚果类，增加油脂，好嘅芝麻，好嘅麻子，好嘅饭头，好嘅糯米香，绿啊香香，不用啲甜，一啲汤不汤，不用啲盐就咸嘅，冲凉嘅调料落去，我按呢个声音呢，一抬走就有一笔薄薄好食香香嘅调料。也见跳房嘅头家系苗栗行业，坚持当年用本地出产的黄头尾、胡头尾野豆来做跳类制品，因而其贴片示范用嚟来做跳虎仪。用在行嘅东西，自家来做，一定系安全，好食唔食系自家嘅口味，但是呢安全系压到自家嘅手行。我根本呢用安尼台湾本地嘅头尾、黄头尾、胡头尾。用了台湾嘅盐来卤了豆腐，用了米曲有机米曲、天然嘅米曲来做安样嘅豆腐衣。跳房就啲新竹竹北市一个看起来像室外陶艺呢4种调度好，其中有6个目标用嘅工作坊，大概主题都会同人类营业生活，而用到很多马嘅东西嘅概念来发展。同时我都想。一下人家的当到生产者穷下，我一只聚集的名都嘛个，就想到合法的好事，就我名都好事。我那个聚落的名词，老嘅市集嘅差别喺都难咯，就係除了有交易，还有的生活性，嗰时候就很多厚实聚落。过去的主妇联盟做总经理嘅王延东，已经长期关心农业同食品安全也等问题。佢建议人安用嘅热力将会过嚟好，故所利用生态、民生、生活嘅3层概念来成立两只4种条。生活就讲大家用嘅穷下，一个关系係嘛嘅，也係就係合作社，合作社就講大家共同來擁有。共同来经营，但是呢，合共下又要有做条路嘛，就是生计，一个生活，一个生计，还是在人家的学习那个环境来相处，一般就是讲生态，就讲，生活面也要有，大家人用的相处，各用的做条路，安尼落实咪串起来，各位有那环境都用来用。像那片大部分用室外嘛，所以有生活、有生计、有生态，大概它有会很有意思。
伫中条巷今年30嘅概念，伫都有目共用專業嘅小農同生產者，伫亞達咩唔單槍提供優質，又對土地友善嘅農體產品，小農每週日同消費者面對面來分享佢自家嘅理念。就一个一个，从来源清楚的原料到制成透明，我们自己来做。所以我们希望跟更多人可以分享，不是在头份而已，希望在竹北或是更多的地方能够了解，放到嘴巴里面的食物是由自己来做主的。因为了解豆腐呢，当肉、梅土，我当时卖专业两三式的白米，不全部买一三式体去，当香。所以我当这种力时差下来，一定要支持。嘿，我因为按肉心了种的当咱种做，当坚持这个那个友善土地的个方式啊，所以我一定要支持。我没有做单纯的一种米，我是用各种米的特性，然后去用五谷米。然后五谷米它的颜色就是也是我们像讲求五蔬果啊，所以它的米也是用5种颜色下去搭配的。除咗挑房，还要用台湾米来做香嘅烘焙坊。師傅係用台灣米加入菜地小農生產嘅甜基的，做出一張油嘅建造麵包。更加特別嘅係，啲亞中條杜烘，冇共用工作坊嘅食材，都做得夾定來用。可能我今天有一个新的东西，那大家就会分享。那像前面它是豆坊的豆浆，他今天有这个豆浆，那我会想说，我要制作什么？然后可能发酵有泡菜，我可能也拿来包在我的汉堡里面。对，就是大家一起会拿来共创。其实我觉得现在社会都这样，因为现在大家都已经缺少了这样共创啊、合作的概念，这样。喺中條杜烘，大家各個巧妙自家嘅事業，激發出冇共用嘅創意。講到食材，變出按到乜嘅東西，啲發放杜烘未可能到。发酵石它在古代它是用来保存不够的食物，然后让大家可以慢慢的吃。那现在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产季有时候一下子，比如说高丽菜一下子就过剩了，那我们希望说透过发酵的这种方式，可以延长这些食物的寿命。最重要的是，它其实是一种低碳饮食的做法。很好，然后不会有坏掉的问题。那因为我们在台湾，我们一定要寫上保存期限，所以他們的保存期限呢，那個老師說就是保存期限。按你嘅創意同對食材嘅運用，也都咪希望同消費者來分享。嗰時候不天氣可以設置來做嘅考察，讓你發放就請來公司搞學業，用泡菜發展出冇共用嘅料理。現在的人因為生活忙碌，還有一些工具的問題，所以他們就沒有辦法領略到這種發酵的樂趣。然後我們這邊的課程呢，就是希望說哈，能夠把這個東西呢傳承到每個家庭去，然後家庭每個人都可以享受這種手做的樂趣，還有泡菜的美味。因为在竹北这边哈，厚实聚落这边开的发酵课对我们的帮助很大，就是说对于自己身体的健康或家人的健康都可以一个提升境界。因为它是属于用健康的饮食，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动手做，然后那种有机的食材，然后去做一些简单的料理的应用，对我们来讲帮助很大。烘用嘅同年交白，未係一隻種嘅上位傳達嘅理念，將油坊就地下接送大地沙基民族來認識油輕用嘅作為。呢隻叉子吼，對佢來講唔係陌生嘅，係有嘅吧吼？你可以只有講，像瓶罐安種嘅吼，擺在架上，因為只有一棟陌生。可是你來到呢度吼，你做唔係，我都唔係買呢東西，我教你一家同手做，嘿，cái叉子愛用半音變到油，都做一家來體驗。第一搭嘅係要嘅同貼片嘅咖啡房，行業濃度好，可能到點樣同啲嘅沖咖啡，到濃度好食咖啡，民眾未享受冇佢用嘅食法方式。給人家的理念就是給好的食物，然後是很健康、對身體有益的，所以我們所呈現的東西，我們給客人的也是就是新鮮。那因為透過自己進一些精品的莊園豆，然後自己烘焙，透過專業的老師他的對咖啡的特性的了解，然後就呈現出可以把咖啡的那個整個很好的風味，把它完整的呈現出來。
以上做以后，有人准备食材，有人煮菜，也係起落杜烘嘅沙期做下，一條研究做前都會菜體嘅沙期媽媽，大家共下用也是期出嚟菜，研發出一片又一片，唔會動油，唔會動鹹味空嘅料理。我就全部去用嘅以下乜嘅季節哈，比如要寒甜，就用寒甜的食材，然後用最簡單的調味料，將嘅一碗飯裡邊，我就用嘅油跟鹽甜甜，大家給意見，基本上一個菜單出來大概會3次啦，會試3次，最後才會呈現。我喜歡它的食物很簡單，然後就是可以吃到很安心的食物，然後就是這裡的人跟環境都我覺得很優美，很棒。謝謝嘅次咯，就顯出大家工作坊嘅農民、生產者同消費者當中有動好嘅互動，馮嚴都未希望按好嘅想法，早嚟天天嘅發展出去。其實特色蔬菜，不管幾多台東到哪裡，都都市風也可以，佢做的都連沙用做按用嘅垂直嘅公寓地位，其他做的提供自家按用嘅生法啦，但是人哋單位係沙期嘛，佢說不管幾多哪位，佢應該親下來上啊，各樣嘅生法，都適得呀，較好入手嘛，各位。人家冇辦法講特色，要照顧家人，又要去都市上班，故所很轉到狀下上這方式，所以有這條路來落實。喺工作當中學習，對學習當中尋到好嘅生活方式。啲也種條都好，除係傳達對土地友善嘅觀念，未鼓勵大家支持菜地小農以外。也是種條嘅概念，希望發展到下較好，唔但將大家嘅生活品質會加下較好，人同人未變到下較淺。